将我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3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杨金柳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早安！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悦纳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一起共读。主啊，让我们对今天的经文有更深刻的认识你为门徒洗脚对我们的意义。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始终如一的爱。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感受，也更深的行出你的道。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读完了第12章，那看见耶稣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因为拉撒路复活的事已经传到外邦，但是人子必须要被举起来，那才能够荣耀神的名。虽然耶稣心里面有纠结，但是他很快就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今天这也是耶稣对众人公开的讲道。好，那接下来从13章到约翰福音结束，好，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一个耶稣的教导，那也是他的最后的讲论。好，特别从13章的第1节到17章结束13、14、15、16、17有5章，这5章当中呢，那是耶稣他的一个讲道理，不是我们主日礼拜在讲道，而是他在讲道成肉身。所以约翰福音的配重呢，把这个道呢用在这个地方，自我的启示哦。那虽然前面耶稣已经启示他是生命的粮，世上的光，羊的门，好牧人，他是复活，但是还有2个也是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呢的自我启示。那从13章开始呢，被称为荣耀之书。那前面呢，跟前面有很大的不同。好，那都是特别我们是用这个红字版的和合本圣经，会看到接下来都是红字。好，但是也只有在这个13章之后呢，好，来7个神迹，好的，最后就是耶稣复活，他成为这个全部神迹的代笔集大成。好，那也是一个在阁楼上面。好，那虽然没有写出地点，好，但是因为是在逾越节的晚餐，那对照其他的福音书，好，是在这个马可的家中。好，那所以呢也被称为阁楼上的讲道。好，那甚至可以说是耶稣在被卖前的最后一夜，好的事迹。好，那所以这也是耶稣要到客西马尼园前好的这个讲道。好，那么请金柳执事来带我们来读13章的1到5节。第1节，逾越节前，耶稣知道他离开这世界，回父亲那里去的时刻到了。他一向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他始终如一地爱他们。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控制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使他决意出卖耶稣。
耶稣知道父亲已经把一切的权利交给他，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他从席位上起来，脱了外衣，拿一条毛巾束在腰间，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替门徒们洗脚，又用毛巾擦干。阿们。谢谢。那这里已经讲到逾越节以前哦，那前6天、前5天，然后再来到逾越节近了，然后再到逾越节前，那可能就是前1天。那耶稣已经知道人子不仅得荣耀，那他也知道他要离开这世界，所以和合本说离世归父哦，就是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到了。那所以第1节的后面说，他一向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合本是到底，到底就是到终点。那也可以说到最完全。好，那现在这一本翻成始终如一哦，始终如一就是耶稣的爱呢，并没有他到这个时候就减少或是有改变。而是他永不改变，从开始到现在。那在逾越节前呢，那有人认为这个地方呢跟另外的福音书的时间是不一样，那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里呢只有单纯的这个教导，并没有逾越节，这个没有最后的晚餐，设立圣餐。不过这个是比较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啊。那还有第2节，耶稣呢和他的门徒在吃晚饭的时候呢，魔鬼已经控制加略人西门的儿子，就是犹大的心哦。好，那这个魔鬼呢在第6章、第8章还有第12章，那都有耶稣有特别去提到。那我们也之前提到约翰也知道，就是说神的儿子来是要显出还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所以魔鬼本来一直躲在暗处但是在约翰福音呢这个约翰呢已经多次的提到这魔鬼怎么样子的在人的心中，现在是更清楚就是放到犹大的心中。那耶稣知道父亲已经把一切的权利那合本说把万有交给他，那这等于是好像继承了，就是他已经继承上帝所给他的，已经就是他已经这个事情是已经交出来。那他也知道他从上帝那里来，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从神而出，又要回到神那里。所以约翰在写这里的时候呢，他已经非常在回想耶稣洗脚的这件事情跟最后晚餐这件事情呢，那他整个就连结知道说耶稣这时候呢，他已经是完全的预备好。那但是呢，洗脚这件事情呢，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才有记载。那第4节，耶稣呢就从席位上就是座位上起来，表示他们已经入座了，入席，但是呢他又离开座位，那脱了外衣，拿了一条毛巾束在腰间哦。那当时的座位跟我们今天的吃饭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坐在椅子上，然后有东西在桌子上面。那在过去是席地而坐，没有所谓的椅子。那所以他们的座位呢是一种侧卧侧躺的方式然后来用餐。那他为什么要起来呢？因为他要替门徒洗脚，然后呢倒在水盆里。那洗脚呢，这应该是我们从第一个神迹这个门口有6个大石缸，这6个大石缸呢就是要让洁净的礼仪。那这洁净的礼仪呢显然不是只是拿来喝的，这洁净礼仪呢是要让犹太人的规矩就是吃东西要洗手，那甚至呢招待客人入门要洗脚，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清洁洁净的规矩。但是呢他们都已经入席入座了，耶稣又离席，然后呢还做了几个动作，脱掉外衣。那这个外衣呢是现代中译本加上去，那它是
脱了衣服，好，然后呢拿一条毛巾，好，这毛巾呢是束腰啊，束就是绑在腰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好，这样子的装扮是什么样的装扮呢？好，那这个洗脚的工作呢，好，通常呢是仆人会提供水，好，或者是给予，好，但是仆人呢不会去帮人洗脚，好，所以洗脚是仆人都不太去愿意做的事情，好，奴隶呢犹太人的犹太奴隶呢也不会替主人洗脚，但是耶稣做了一个连奴隶都不会去做的事情，好，所以耶稣他脱了他的上衣，用毛巾束腰，好，然后呢洗脚。像这张图片就有椅子啊，好，有椅子呢，这个就显然不是那时候好的方式，好，那但是呢，好，这个洗脚呢，好，可能就是要用一个非常卑微的动作，但这个动作呢，也让我们想起了好前面好就是拉撒路复活之后12章，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好，那用珍贵的纯的拿达香膏，好，来用自己的头发，好，来抹耶稣的脚，好，那是这样子的动作，好，那所以为耶稣的安葬之日预备的。那现在耶稣呢，用这个洗脚呢，好，也是在为谁预备呢？那很有可能，好，我们可以把它连结，就是这些门徒呢，一个一个的，好，也都要跟着耶稣一起来上十字架。好，那虽然时间或是方式场合不一样，但是耶稣呢，也为他们来洗脚，好，拿来看重他们了。那再请金流姐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11节。第6节，他来到西门彼得跟前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替我洗脚吗？”耶稣回答：“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日后你就会明白。”彼得说：“我绝不让你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这样的话，不止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洗吧。”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只需要洗脚。你们是干净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耶稣已经知道谁要卖他，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以上。谢谢。那洗脚呢，一次只能洗一个，好，那谁从谁开始不晓得，好，但是来到了这个西门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呢，耶稣要为他洗脚，好，彼得被吓到，好，因为这是奴隶，好，也不见得好会做的事情，好，但他的老师，他的拉比，好，那他也曾经宣告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对这些门徒而言呢，至少对彼得而言，好，怎么可能可以让神的儿子基督弥赛亚来为他洗脚呢？好，所以他就说怀疑，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好，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那所以在约翰福音有很多很特别这样子的预告，好，那约翰呢都是在事后回想的时候才把这样的话又加进去，好，那这是因为约翰福音是比较后面才形成才写成的，比如说后面耶稣也复活之后问彼得，你爱我吗？好，你喂养我的羊，好，然后呢他以后彼得要怎么样，好，被带到捆绑，被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好，那这个都是约翰好后来又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才把它写进来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也知道后来彼得会怎么样呢？好，也是为了耶稣而殉道，所以耶稣现在为他来洗脚，好，那也是为他来服侍啊。好，那什么时候彼得会明白？那可能真的在某个时刻、某个情境，他就会想到耶稣为他洗脚的这一个场景了。那但是呢，彼得却怎么说呢？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好，那我绝不让你洗我的脚。好，那我想这个对耶稣的尊重呢，说老师你是贵为神的儿子，你是拉比，你是我的老师，你怎么可以来做这么卑微像奴隶的
最卑贱奴隶的事情呢？但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个份呢，虽然意思是一部分占有一份但是它可以延伸就是关系你若不让我洗，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好，所以现在做一本把它翻得很直白。那所以彼得呢，一听到这样子，那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生来瞎眼的被赶出会堂，他就是与会堂与这个弥赛亚的犹太人的弥赛亚的国度无份，没有关系，所以大家怕得要死。那彼得一听到他跟神的儿子没有关系呢，他就马上改变他的话，所以这个彼得常常在福音书当中的出现，就是前后呢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大差别，一下走在水面，一下掉在水里，主啊救我。所以彼得就马上说，主啊，这样的话不止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洗吧。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洗澡的意思洗澡的意思，说耶稣，那你干脆把我全身都洗好。那彼得并不是真的要耶稣帮他洗澡，好，我们要知道彼得的意思就是他想要跟耶稣有更多的关系，好，有更多的份，好，有更多的紧密的关系好，那但是呢，耶稣就接着顺着彼得的话，所以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那这个洗过澡，所以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完成关身份词也就是说一次的完成的动作，已经洗完的，那洗完的就不用再洗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要从洗头、洗身体、洗手到洗脚，这个洗脚意思呢，也会像洗澡一样，就是一次完成。就像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也是一次完成，不是像我们人每一天都要洗澡。为什么每天都要洗澡？因为洗完澡还会再脏，洗完澡还会再沾染这些的流汗，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洗，重复的洗。但是耶稣这里的洗呢，是一次的。那但是耶稣也引用当时他们的洗澡的文化就是他们呢不像我们今天家家户户呢都有这个水龙头，还有在帝国罗马时期，罗马人呢那他们引进了他们也发展出了这个澡堂的文化，所以他们很喜欢到公共澡堂来洗澡。但是在公共澡堂洗澡之后呢，那回家又会流汗，回家呢又会有灰尘，那所以会不会回到家又脏呢？所以他们只要回到家只需洗脚，那就全身就干净了。所以耶稣引用了当时罗马人他们的洗澡的模式，就是到澡堂洗澡，但是回家呢不用再洗头洗手，只要洗脚。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意思可以让我们去思想那就是耶稣呢他在这里用罗马人上澡堂的这个方式，上了澡堂回家那只洗脚，所以耶稣在这里只洗脚不洗澡，代表是一种暗示。那这个暗示呢就是有两种的洗一个是现在洗，一个是一次就洗。那所以也等于说他们已经是信耶稣的人，已经重生了。那重生的人呢就不用一直受洗，不用一直重复的要到约旦河洗礼，重复的要接受洗礼，不用。但是要洗什么呢？洗脚。那洗脚呢只要经常的洗脚，那就能够得洁净，在天父的家里随时都可以来享受这个宴席。那所以这也是说救恩呢是一次得救，永远有得救。那这个得救呢就是耶稣的救赎呢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洗脚。那这洗脚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要胜过罪，
我们要不断的把这个我们走在世上，好，在从澡堂出来，好，受洗，在生活当中走的路呢，我们要常常洗脚，好，但这洗脚呢，好，也有可以引申延伸到玛利亚好为耶稣好来擦脚的这个动作呢，就是一副预备啊，因为毕竟呢，这个经文的情境就是在逾越节前，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得荣耀，甚至一开始第1节就说耶稣知道自己是要离世归父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个动作、每一个事件，一定都有意义，不会突然想到赶快去做，一定是有耶稣他，而且在这里也说耶稣他已经知道父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耶稣是知道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身上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已经是一个得胜的姿态，但是他却做一个门徒的奴隶，奴仆。好，那所以11节，好，那约翰呢也很贴心的在这里帮我们注记，说耶稣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的。那耶稣在告诉彼得说，你若不洗，就与我无份。然后又回答彼得，洗过澡就不用再洗，好，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好，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好，你们是干净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干净。好，那约翰就很贴心的说，因为呢，耶稣知道有人要出卖他，所以这个耶稣口中的不干净呢，就是指心里面好的不干净。好，那又放在洗脚这边呢，就是表示那个人呢，好，没有做好洗脚，好，没有洗去好他心里面的欲望。好，那我们知道这后面要讲的就是犹大。好，那所以这是明天我们会看到的。好，所以耶稣用一个双关语，就是洗。好，那可能虽然是指洗脚，好，但是也指洗净我们的罪啊。好，那再请金牛姐带我们来读12到17节。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他问门徒们：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尊我为师为主，这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我为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奴仆不比主人大，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他的人重要。既然明白这事，你们若能够实行，是多么的有福啊！以上。那耶稣洗完脚，所以约翰形容的很详细，所以12门徒每个都洗完他们的脚呢，那耶稣又穿回衣服，所以在这个全程当中呢，耶稣是一个奴隶的装扮，把毛巾束腰，然后呢又回到坐下，就是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对他们问：刚才我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那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这是对的，因为耶稣是拉比，教导他们圣经神的话。耶稣是他们的主，这个主不仅是主人，那还是救主，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因为前面有说，天父已经把权柄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所以耶稣呢，此时候的自我启示呢，是带着上帝所给他万有的权柄，他的确是用主的身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不是一个朋友，不是一个马街跟着门徒，只有这样子，他是一个救世主的身份。但是呢，却来成为奴隶，为这些门徒们洗脚。那这些洗脚呢，那耶稣也告诉他们，尚且洗你们脚，让你们能够全身都干净，不用再去澡堂，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洗脚。因为彼得他不是不愿意洗人家脚，
其实没有人愿意去洗人家的脚，好，现在耶稣洗他的脚，但是彼得不愿意被耶稣洗脚，所以耶稣说，不仅你们要去洗人家的脚，你们也要愿意被人家洗脚。15节，我给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我替你们做的去做。所以呢，这个榜样呢，也是只有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耶稣接下来要一连串发生的，也就是玛利亚事先所看到、所明白的，耶稣要怎么样来殉道，好，那他怎么样子来膏耶稣的脚，来抹耶稣的脚。现在耶稣虽然没有那么珍贵的香膏，可是呢，他却化为这个奴仆，从救主万有的主到这个奴仆。所以奴仆这个门徒呢，也应该要学习彼此成为对方最卑微的仆人，来服侍对方。那没有人愿意做的，愿意去做。好，那这也是教会的精神，就是做没有人要做的工作。那在这个当时的主人呢，好，那在这个最后的晚上的坐席呢，好，那可能会长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样子呢，好，那主人呢会是坐在最左边的地方，好，就是高位的地方。再来次高位呢会在中间，好，我们看到中间，好，我们现在来看呢，高位会是坐在中间，好，但是它会是一个一个的这样排下去，好，然后呢，在低位的呢就会在对面的地方，好，所以这是当时好的这个座位的排法。好，那有一盆水，好，有个凳子，有个毛巾在那里呢。好，那耶稣呢，他不可能坐在低位。好，那耶稣呢，因为他是先入座，好，才要离开席，所以他既然是大家的老师，是大家的主，所以他还是坐在高位的地方。那高位呢，也会有问题。那谁坐在耶稣的右边？谁坐在耶稣的左边？那这个明天我们会继续来看。好，那就知道谁坐在他的左右边了。那但是耶稣好，他要来一个一个的帮门徒来洗脚呢。好，那他就是要么好，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仔细。好，要么就是他离开座位，然后门徒一个一个来接受他的洗脚，不然就他离开座位，端着水一个一个的来为他们来洗脚。好，那从最前面的洗下来，那从最高位的次高位的低位的洗下来。好，所以这主人的旁边呢，一定是主人的心腹好友。然后呢，主人的左边呢，是他最尊贵的客人。那而且呢，是右边的是左边的是最好的朋友，最尊贵的；右边呢是他第二的好友。好，那所以这个座位会是这样子来安排。那通常呢，坐在最后那一个呢，就是要来服务大家的。好，那服务大家的。好，那如果没有人服务呢？好，就没有仆人服务呢，就是要最后这个来服务。好，那但是他也不会去帮大家洗脚。好，那这是在当时的一个座位用餐的做法。但是耶稣在这边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老师，但是我从最末位来这个服务的，甚至奴隶最卑微的奴隶呢来服务呢，就是要你们记得要彼此来洗脚。所以16节耶稣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奴仆不比主人大，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他的人重要。那耶稣一直都有分际，他不会一直认为自己，虽然说我与父原为一，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那耶稣的不断的自我启示，他是生命的粮，世上的光。那他是从天而来，但是他也知道在他的上面有一位父，所以他一直没有逾越尊重父的地位和权柄。那在耶稣说奉差遣的不比差遣他的人大。那既然你们明白这事，你们若能够实行的，是多么有福啊！所以耶稣也期待这些门徒要记得耶稣今天所做的，他是带着一个主，这是约翰回想，他是带着万有之主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情。好，那但是呢，后面又继续说这是为了应验神的旨意啊。
好，那所以这个洗脚好不是圣餐，虽然如果是圣餐的话，是圣礼的话呢，那今天教会好的这个所有的，我们除了洗礼圣餐，还要多一个洗脚礼。但是呢，这是一个态度上，这是一个服事上好的榜样，不是一个在行为上面的榜样。好，最后请金柳姐带我们来读18到20节。18节，我这话不是指你们全体说的，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只是圣经上所说，那吃过我的饭的人，竟用脚踢我，这话必须实现。我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告诉你们，我要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信我就是那自有永有的。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的那一位。以上。好，谢谢。那耶稣他教导，好，他也说这是神在诗篇41篇第9节大卫的诗，好，所预告的，好，就是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好，就是大卫尝过被出卖的滋味，好，被他的好友好所出卖，好，那这句话大卫的诗呢，已经成为先知实现。那这个大卫的预言呢，在使徒行传1章，好，犹大上吊自杀之后，好，这些其他11个使徒也引用过。但是这事还没有发生，我先告诉你们，好，是要是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信我是，好，就只有这样。好，但是旧的和本是翻成信我是基督，那个我是基督是多上去的。现在最后一本说，我就是自有永有。自由拥有呢，好，也是为了形容那个是，好，所以一样的，这个我是就是我是就是 I am， 好，让你们相信哇就是好，我是，好，那所以耶稣呢再次的自我启示，好，就是透过洗脚，好，他就是这一位好神，好，是是这个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20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凡接待我所差遣，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的那一位啊。所以实实在在的，就是2个阿们。那这所以耶稣所做的呢，门徒要么就接受接纳，不然明白就没有办法接纳，只有明白才会去接纳。接纳耶稣就是接纳父神了。那14节的金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那要去洗别人脚呢，不容易，但是呢，有时候呢，要把脚给人家洗也很困难。那耶稣用卑微的行动呢，告诉我们2个都要，我们要去洗人的脚，但是我们的脚也要愿意彼此洗脚，给人来洗。今天我们会拒绝去为谁洗脚呢？但是他们明白，耶稣我们所立下洗脚的榜样之后，我们是否愿意为主耶稣去洗那人的脚呢？但是不是说每个传福音就要去洗人家的脚，而是在心态上愿意去服侍，做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那祷告是感谢主，让我们感谢那一些为我们洗脚的门徒，有很多人来服侍我们，他也接纳我们的不完全，那也求主也使用我们，用神的话来为人洗脚，用神的话来帮助人面对人家所不愿意帮助他的，好使神的话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其他的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听见、明白耶稣他如何的从天上的君王变成地上的奴隶，但是是为了要洗我们的脚，使我们全身都能够得到洁净。更重要是透过洗脚，让我们能够与耶稣有份、有关联、有关系。这样的洗脚是一个跟从耶稣的记号，也是一个表明愿意追随，愿意一生跟随到底的心志。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愿意为人洗脚的门徒，也愿意成为一个彼此洗脚的弟兄和姐妹，在教会当中、家庭当中、社会上，都让我们能够带着耶稣谦卑柔和的心，能够来实践父的旨意，来接纳
接纳天父你所差遣的道成肉身的真理。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金流，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勇